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31，耶利米哀歌3章26、28节安尼讲：人着吞忍听候上主的救恩，因为这是好。人着家己一个点点坐地，这是上主予伊的担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吞忍听候你的救恩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伫这充满混乱甲不安的时代，你呼召阮来到你的面前，安静听候，毋是着急要找到答案，毋是要逃避痛苦的现实，乃是着学习伫安静中甲你相拄。主啊，阮要学习，毋若是祈求你出手的作为，搁较无你的同在。主啊，伫这困境中，求你予阮用恬静的心，单单来仰望你，单单来倚靠你。主啊，因为你最深的静默中，你要对阮讲话。主啊，我要吞忍听候你的救恩，因为这是好。阮着家己一个点点坐地，这是上主你予阮的担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